네, 사마라 삼주자 시대를 쉬어야지. 首先问候大家一切都吉祥如意。 제도 좋아. 네, 사마 무엇이 님바 파체 인바다. 사마 무엇이 님바 파체. 看起来大家应该都是认识的老朋友喽。 네, 나 탱그 대회를 했네. 근데 탱이바 대회네. 영화 탱이바. 因为呢，我个人到台湾来呀、大家看看第几次了呢？已经第4次了。 네, 나 당고 대회를 이용가 네 도저히 되네. 네 이시랍제 도우송 대두는 뭐시위요. 多几天了。 저래리 도저히 모르가야. 第一次呢，到台湾来的时候啊，是因为呢，在金刚座菩提迦耶这个地方呢，遇见了这个也谢达杰喇嘛，因此呢认识的。 콩그 지난시는 nga 하자 고거 말해 때는 얘네야 라마 까마 번절 그nga 랍데스라 콩티께서 되네 nga 구яв더세네 대충 케보가 왕 임베 라본도 네 인슈 干嘛把你送的哇？ 말해봐리 다다데 까마 번절시 까마 번절 까마 대롱제 요 但是呢，因为呢，本来呢我是不认识他的，但是因为呢有一位那个喇嘛呢，干嘛班就曾经呢谈到过啊，曾经跟他谈到过，因此呢，当他遇到我的时候就说啊，你是堪布嘎汪吗？这样子讲。 네, 디가서 나랑 가지고 몰랑 그 내가 빼 뭐고 제야 요때 얘네야 네 코란이 모든 가야 되네 남탕 받다 펩제슈이 南唐 내가 디가서 가지고 몰랑 그 내가 빼 뭐고 얘네야 다 코란이 모든 가야 남들 그 받다 에버트 열어 那嘞， 디 받다 펩제슈이 파 펩도 남탕 받다 난 로는 파 펩지 都说。然后呢，当时呢是噶举祈愿大法会的一个时间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个人也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因为呢，他呢就是把我送到了飞机场这一个路上面，一起2个人一起，对。 네, 되게 다니 다 땜들스나 다 강차이는데 나 태빈의 용체라. 네, 네, 까마반jo 땅, 네, 이시랍 제니살라. 다 용대반의 차스. 다 태예찰라 공니살라 네네. 所以呢，就这么好的一个缘起之故啊，所以呢，以后来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们2位干妈班就跟也谢达杰喇嘛2位啊，所以每次来啊，他们都会遇到。 네, 최소네 간에 이시랍제 다 도마 추소 그 도마인도 된데세네 되네 가서 파서 배 되는 것이 님과 차대야. 那因为呢，大家呢都是也谢达杰上师这个中心的弟子啊，所以呢，就因此之故呢，我们大家来讲，那就是彼此认识喽。 네, 다다다 나츠 기자 시야데 되네 나주 시에도 열어와 나주 시에와 但是呢，今天我们所要说明的，主要呢是要解释呢佛法的内容。 네, 디갑소 되네 나주 나노네 되네 나주 시사게 라마데 되네 베 되네 가르치모 那全部人把它来写要的。 那就学习佛法来讲啊，那个请法的这位上师学习教法所学的这位上师啊，那师父呢他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么一个说法。 강의 senatene 나주세야 대 나주 쉬야 당 담보 소병 그 쉬야 당 되네 냠리세야 또 참아 그 무효대 샘도 정세네 안다 선바야 보차야 되라와 为什么呢？所谓的佛法，当我们呢在学习的时候也好，实修的时候也好呢，主要都是要降服我们的内心，让内心更加进步。
等sem的中生啊的什么也不晓得用我的谁把啦，等那么个什么小姑的马刀吧，的那么什么马腰把些什么sem的中生啊的什么也不是用途个嘛的。但是呢，如果要降服内心，让内心的进步宁静的话呢，那恐怕要仰赖上师的加持进入内心。假设这一点没有的话呢，可能要降服内心，内心要达到宁静进步啊，应该呢就非常困难。但呢，我说他们拉玛就是他们他拉对吧？也那样的呢，拉玛就是老用是啥的说。老用些，老用就说等你原地恐怕了送别开发进步，恰把也那样的，当然个成就啦，娘都原地接我谁把的，但你拉嘛娘都原地是用起些个就了店呢，在拉嘛些了店呢，现在基本老就要的。但是呢，我们把以前许多的师父他们的传记啊，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下。有许多的上师呢，在学习上面呢，在学习的处所学习之后啊，自己学习之后呢，他的学问越来越进步，了解越来越深啊，变成一个大博士啊。但是呢，就自己内心的觉受真悟，如果要产生之后呢，还要进步增长的话呢，恐怕呢都是去依止有觉受真悟的上师，努力依止之后呢，自己之后呢，在觉受真悟上面才会进步啊，几乎都是这种情形。呢，我说呢，大几万他们个来，毛那么些去，你中国就是哇哒，中国就个出去的他妈用啥的，中就跟送过来。就我们前世的善业跟缘分之故啊，因此呢，就在子贡嘎举，就子贡嘎举的法脉而言呢，最初的创立者啊，是吉珍孙公上师。然后吉珍孙公的那喇嘛的，空的喇嘛蛮不让要嘛的，这个喇嘛的怕着多的叫谁啊的嘞？就吉珍那个。就着仁波切子贡的吉珍孙公而言呢，他的上师呢，其实呢并没有很多，他的最主要的上师呢，就是呢帕竹多杰迦波。但呢，帕竹多杰迦波的介绍的看了介的，但呢，从合用是啥的，武装了呀，从合用是嘎当巴塞打，这个呢，我去就些要的，现在都说了，从合用呀不是，但呢，起码差价了从。老用白也不热，等你讲白开把盖了全部吃完了。杀价了。杀价了。哦。杀的去哪种？哦。就这个帕竹多杰迦波这一个人啊，他诞生的地方呢是在西康，可是他学法的时候呢，却到这个卫藏这个地方去学习的。学习的处所呢是葛丹派，所以葛丹的法脉以后啊，他也有。但是他更加进步之后啊，以后他却去了萨迦派啊，萨迦的大学，就在那边学习了之后呢，就成为学问非常好的大博士。但是开把全部掐的，对原来样子嘛，等你去学了。那萨迦呢？达拉冈不是萨迦的那他的模样的，等你空刚来讲呢，达拉冈不拉拍的，他不能过去达拉冈不是萨迦的有的有了，我打跟他拍的。达拉冈波的帕丘拉，的帕丘拉的帕人波，萨迦你管的了，萨他人波的。冈波巴的帕拉需要的哇。对，达拉冈波的，达拉冈波谁的萨迦没的，那不得那有，得加了拍的。哦，然后呢，虽然他已经成为了大博士之后啊，可是逐渐的啊，他呢就要去拜见这个去拜谒那个冈波巴大师。那冈波巴大师住的地方是达拉冈波，达拉冈波离萨迦这个地方又好远的一个距离。呢，空拍呢，等你第高是大部分不去落全部掐差的，落松这些，等你拉马店的就是松的，刚大部分不去工人了拍呢，等你空个两多元的，差点就个两多元的，怕着多的家不可觉了，等你现在接头把些送完的。哦，总而言之呢，他去了就一直在冈波巴的尊前。
可是呢，那个时候呢，那个达波仁波切冈波巴呢年纪已经很大了哈。之后呢，可是呢，这个帕祖斗杰贾波在这里就医止了3年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总而言之啊，医止的这段时间之后啊，内心呢关于大手印的觉受证悟啊，之后呢才在内心产生的。但达波仁波切코란야 된다嘞，但담보 까담바세야 디추고로 쇼 콩베 케바침보 차레 데 얘네양 예전 몰라래 번 너희는 팬데 나와 쭉좀 잠시 요야 그 고갑 송데 요야래. 네. 근데 또 얘네 때문에 콩는 양도 연이 또 봤송하래. 네. 但是呢，问题是呢，那个达波仁波切冈波巴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他呢，首先呢，学习教法的地方呢是在噶当派，这样呢，在噶当派学习中呢，学问学习的非常好，成为大博士。但是以后啊，他才去拜见了密勒日巴大师，在密勒日巴大师这里呢，医治了13个月。那有这么一个机会，可是，在13个月医治的机会里面呢，他的觉受证悟才在内心产生。근데 아주 내가 소소 너무 열 많다고 열어와 송잡 내가 없어라 빼샤 치 여밤별라 무열 때 되게 공부했다야 그 무열이 마자야 그 내가 없어라 되게 자카토야 자요야 자카토야 네네 대나게 아주 추접 내가 없어라 무열 예다 강지야 요 말이 랑그 셈도 좀 써야 돼 네네 就当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啊，每件事情的各自目标都是不一样的。譬如说生意人，当他去做生意的时候，目标当然是钱财，所以呢一定要得到财富发大财，这做生意的目标。但是呢，假设是战争，军人战争上战场，目标当然是打胜仗嘛，把敌人打败嘛，这是战争的目的嘛。但是如果学习佛法问这个问题，那学习佛法目的在哪里呢？当然是降服自己的内心。这sempre 좀 용야 이랑 그 줄을 야보 이게 차야라 되네 라무스 없어야 돼 줄이 쇼그레마도 이젠다 다 난지 럽종 같이 주대가 있네야 또 냥도 연대 있어야 돼자 제로 지금 말해 제도 말해 뒤중지는 뒤네 되네 라마데베 다 되네 같이 뭐 차바리 但是呢，就学习佛法的目的是要降服内心。问题是呢，想要降服内心，让我的内心啊能够变得调整得非常好啊，这恐怕呢要仰赖于上师的加持进入内心。假设没有这一项目，那呢不管自己是去学习佛法法义的内容，如何学习多么久，但觉受证悟要在内心产生呢，就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原因故啊，因此呢上师就变成了非常的重要。다 도공 아주 되네去学的样的呢，十三花讲没给人的这个好大嘞，当然就学呀，对，他呢强些是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内容啊，是要讲解教法，所讲解的教法的内容啊，那中文呢就把它翻作施身法，那在藏文里面它的意思是斩断法的意思的，就这个教法的内容。啊，当然呢，当然的呢。对，现在的答案了。那呢，讲述者是我咯。现在呀，给这代表写过，我让人两多有点看没。但是呢，虽然是如此，讲说呢，可是呢，就我个人来讲，那个觉受证悟的功德是丝毫没有。嘛，也得说的呢，这些家伙要干不动，那是我心情不好的。的呢，俺个没西个黑了呢，死了，刚要把对嘛都，对面个那从俺了的呢，能当3万10万些，刚要嘛的，是能家没给3万10就这个死了，动的就这样的，对嘛都现在俺了刚要嘛的，可能俺西干多大的。7多吨呀的哇？对，俺刚要把死了动啥的，说呀那个到那个，对嘛都俺了能当3万10个，那时候刚要嘛的。3万小要有嘛的哇？要嘛的。但是呢，就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做讲解说明，对不对？那呢，而且呢，我们都是老朋友，已经认识很久了。那就我个人的个性而言呢，没有保密的习惯，是呢，外在内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内在有什么好坏呢，都是要显露出来的。但呢，所见的当然他习惯那些西嘎的，所见的俺听都的呢，俺就。남바 산지베와 남바 산지바 간디 그 동바 데라 당송 쳔보라 메가 당송 쳔보 네 동바코라 오 나주 산지 나주 동바 데라 당송 쳔보 네네네 당송 쳔보 세븐네가 없어라 강한 라브리 세드테니 뭐 장보 장장시리 라고 네네
这个是一方面呢，这个是个人的习惯，个性是如此，就是呢没有隐藏啊，表里如一一切都会显露出来。其次，那我们呢是佛教徒，就佛教徒来讲啊，佛教的导师呢是佛，释迦牟尼佛。可是释迦牟尼佛的称号就称之为大神仙，神仙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正直，表里如一，很正直。但是我在整个都大把我让整个有的呢，三节个金九元才话当，喇叭到喇嘛个门空间都是的呢，得说啦。但呢，年到元的当，的等呢，我是知道，他都说有那亚波罗，没得说高温多亚波罗啊。แต่แต่มาจอนะยังแต่นี่กิจดามบาตันเลกาเดบาพาจังบูจังยาสุสุกังยบาตตงทบาตาเตงุนี่แต่นี่งาจุกสีทบาเฮละงุนี่สังเจกจินโจเฮกสีกุบเนโซเฮริสังวิโยงารังกิ但是呢，我也经常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了哈。就佛教徒来讲啊，佛教徒里面呢，特别呢又有师父这个名称者啊。那假设说了哈，他内心有觉受正悟的功德，有神通的威力，这当然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了哈。但是假设这些都没有的话呢，那么恐怕就应该努力啊，正直啊，讲呢真正的话，正直的话，做的事情呢端端正正啊，应该是要这样子做。能够呢正直的表现出来呀。那如果这样做到的话呢，那就应该算是呢这一个佛教徒学习佛法的道理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근데 도공도나 근데 다 이시럽게 그 추소네 이엠바 근데 태종 다 타르고네 펩샤 근데 태종 다 테베니 바탈nga 야마마보도 뇽리 로송 가체 그 타르토 가체 요 갑레 가체 요 참아 하고리 지나 바트네 통요번에 가서는 다들 셈솔라야 네 데솔라 근데 핀시 마토나야 제와단 체력 탐제 동고 거름마도 쇼 삼베 셈솔히 근데 랑진 지제소 체랍 이 마토나 제와다 체랍 탐제 오 고거름마도 쇼 고거름마도 쇼 오 뭔도 之后呢，今天呢，在这里碰面，这是这一个也谢大姐啊，师傅他的中心的，那呢还要他呢还要从这个台中上来呀，那这个台中到台北这个距离就是一个蛮远的距离咯，所以这中间的距离有多远的一个距离，这中间的开销要花掉多少的钱，还有呢花掉时间辛苦劳累，这些呢我个人也都非常的了解，因此这个呢我在想呢，即使不能够马上能够利益大家，也希望说呢生生世世呢没有把大家弄得晕头转向，欺骗大家，这种事情也不要发生。现在因为上站的呢，我让个刚去吧，刚就把这说切让做了发生那么大型的血压仪。因此，这个呢，要说明的内容呢，一定是就我自己个人所了解的内容，很诚恳、发自内心深处、诚心诚意的给大家做讲解说明。对的，反正。다 나랑라 때네 다다 냠도 연디 가메시 라임바 우유네서 덴바레 소야한테니 덴바 가임바데 치랑솔라더니 슈비 那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个人呢觉受正悟的功德丝毫都没有，但当然这也实际上是如此，这点也给大家说明了。사실 랑핀도 되네 지당 등산 들으셔야 이와 말에现在浪费都原来我让跟他把那把写下来。但是呢，像这样的情况呢，我听过有些人跟我讲过不可以跟别人讲这种话。可是呢，现在的时代是这个样子，不可以这样讲。但是问题是我的个人喜欢坦白。我这呢，大人呢，我的娘都养的刚买不人呢，吃上做的呢，我说我爬上那么大谁写，吃上做个也不是年不人呢。跟你切让就生了，等你家他们拼头不离。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自己个人呢没有丝毫的觉受正悟方面的功德，但是呢，我是很诚恳坦白的来做一个讲解说明。如果大家呢认真的去听闻这些内容的话呢，那肯定是100%对大家呢一定会产生帮助。근데我30까지 통수, 당분 통수, 그래서 사든지마, 니마 성파이. 이 나로라 강 랍신도 세대네 난추 나추 산제지 티에데 그 남부 주로시 요로와 디게 돈다 시야다 냠도 연디 제야도서 참아 되니 선업 시효과라 띠네 돈다야 시거리
내 냠도 연대야 제거리 마도 소나 미는 싸완네 되니 된다 시그 말에 라 냠도 연대야 제거 말이上节给干，너 가게 동 지망에 띠 빼자도 톱 마서 니만 통주上节给干，然后点的送油来，上节给干，然后点的送油来，以前呢，曾经在佛经典籍里面看过这样的一个意义啦，一个意思，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看到这本书，但是里面说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就是呢，就佛法的内容啊，我们努力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这个法义的内容，那呢，我要去了解。但是呢，假设呢，这个要靠加持进入内心，那呢，觉受就能够了解法义，觉受真悟的增广也可以达成。但是假设呢，佛法的内容我去学习了，但是假设加持没有进入我的内心的话呢，法义的内容也没有办法了解了，内心的觉受真悟也是没办法产生的了。너무 저 생기 럽터버가 라마네 할래야가 갈래 카보리 정도 里面又开始呢，因此之故，能够加持弟子的内心，能够加持弟子的内心，这样子的具有加持力的上师呢，那也是非常难有，非常困难。特别是那当恰到的那样呢，的呢，写呀的三节空个送我呢，弄头没办的写就好让的，去南大写个了，去老也能这个吧啦，去南大三节的干也没办的写当的发上南大是写一下个也呢。虽然是这样一个情形，但是所要讲解的内容是佛陀的开示，佛陀的教言，佛陀的教言是无误的，没有错误的教言。那呢，之后呢，讲解的方式呢是很诚恳、诚心诚意的来做讲解，用这种方式。呢，那么第一个就呢，那么可能了，是那讲没白言的样呢。但呢，那么的就呢，三节就是那的，三节空个是那的，那么就能叫呢，那么就甚至拉土个的。对。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话了哈，那呢，即使是讲说者上师，他的内心呢也没有加持的力量，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因为透过前面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话，佛的加持，佛他自己的加持，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就进入到弟子的内心里面去，这个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当的，我是老着我意思的，老阿妈怕老刚干哪老的要着啊。对。但呢，原来呀，老的从用啥的老个就呢来用的，对，三节的老刚那些老个康巴那些阿妈的，拉嘛的老个那些，对，老嘛的写多那些，对，都是那个不有啥的，对，那写多的样为错给的哇。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呢，这个譬如说了哈，电的话是从发电厂过来的，但是过来的时候，它一定要透过电线。没有透过电线的话呢，发电厂有电，但是也不能到家里来。但是透过电线之后呢，电就传过来了哈。所以呢，佛就是发电厂，讲解教法的上师就是电线，听法的各位就是电灯泡，所以电灯泡就发光了，因为它得到电了。我说加六个那么公嘛，他说样的呢。마음 발라 되네 도마 주 생지 럭 통게 그 라마데 주야 백 다네 투야 백깔에 카보리 송야리 好嘞。就噶举派的上师来讲，前辈圣者这些上师呢，他们也曾经开示过，在未来的时代里面呢，能够呢加持弟子的内心，具有加持力的上师，要遇到这种上师的话呢，那实在是非常的困难的。呢，本来大部分不去国庆中啊，呢，出来做毛巴拉，那么今年的对吧？的特别搞来考过的，也呢样出来做的呢，学校的空个单位都说蛮头哇，这东西个蛮头哇，他就把用钱些跟对呢，也不继续，呢，说话的大部分不去空了大把盐呢。呢，有生计了呀的，大部分不就空个生计了为，就让做生的早晚的嘛这种，但是哪个个下签下吧的。
可能过2年的台北去读书，大家啦。达波仁波切呢，在进入涅槃的那个时候，就留下了一个遗言，留下了一个涅槃遗教。这遗教里面有这样谈到，说呢，对弟子讲，说呢，大家未来呀，要遇到呢具德的上师啊，能够加持内心这样子的一个具德的上师啊，非常的困难。但是呢，可是呢，大家所要求取的，遇到上师所要求取的教法啊，就是这个教戒。因此呢，现在呢，能够把所传授的这个教戒本身呢，正确无误的了解，之后呢，把那一个词义本身呢，能够呢正确无误的做一个讲解的人呢，你们去拜见他去求取就可以了。那呢，求取之后啊。这一个只要对达波仁波切冈波巴大师信心很强烈的话呢，那冈波巴大师承认啊，就是应允说呢，那我就会亲自去加持这个弟子的内心啊，所以你们都完全不用担心，就留下了这个遗言。大家刚才感觉个那么的，可能个名了干嘛前面老的，提的呢。我去感觉个就把的呢，这个就把咱买一把的呢，感觉把那么就把的是他妈，年到原地原本个就把的呢，多把炖酒里什么的，多把炖酒，那么的个样的呢，多把年的有那么的了样，第一个年到原地的多么的呢那样有。这是酒用啊嘛多，我这他呢老用这呢吃酒到我买一把，他呢多把炖酒里什么的。来，下面仁波切可能刚参加去的。对，就那刚参加就做过来了。那个下面仁波切刚参加去的祖师爷，刚参加去派的祖师爷。那呢，他就曾经开示过，说呢，就噶举派的传承来讲啊，并不是呢词句的传承，噶举派的上师们的传承啊，都是呢正悟的传承，内心呢有正悟的功德，因此呢，这个噶举派的传承呢是正悟意义的传承，不是词句的传承。就上师来讲，本身呢有觉受正悟，中呢传授给弟子，弟子呢也有觉受正悟。中呢，弟子有正悟呢，继续传承下去呀。所以呢，噶举派的传承呢，是属于呢正悟的传承，不是词句的传承。那到过当就因为今天来对呢，靠着噶就个那么的说啦，我们就甚至老特别个，但是两到原的有，第一等的呢啦，等的通人家情报讲有。一个呢，浪的莫那突击莫那在下个经济了，对呢，感觉那么公嘛都说了，他台把他某些介绍谁为人呢？所以个的呢，突然讲不来个其他谁嘛，他把人那样呢，的呢接完的他什么个东全部都是他们的，但你找不着个嘞，就让俺这的呢，就个对不过了，就话的说，别搞我上不里送呀。因为呢是正悟的意义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因此呢，噶举派的上师啊，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呢，所以呢，对于这一个弟子啊，那呢上师本身呢，不仅是有正悟意义的传承，而且对弟子呢又有大悲大爱之心呐。那呢具有这种加持力呀所以呢，如果说了对于噶举派的往圣先贤前辈圣者，对他们假设弟子呢信心恭敬圣洁非常的强烈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算自己在文思修上面没有花很大的力气但是呢，仍然这辈子下辈子这些呢内心所追求的这些大事都是能够达成的了这个是噶举派的传承的一个情况了。得说了什么当我当，得说了什么当我人呢？等你我个生老了人话结果个嘛的，是吧？等你呀讲的什么当我人呢？三节就是了，等你呀的你说的什么当我人呢？感觉那么公嘛都是生老呀的，对印度等你说个台巴大囊，这样做个台巴大囊，没个经常不人呢？他那生老俺的是你交都没过哇，他那感觉那么公嘛的，三年级生老都是他们小看谁呢？他那俺就谁呢？看了差不多谁要把啥差差不多谁要把那些，可能不生老小看了呀的。
因此这故呢，不要抱着一个期望啊，从我这边来得到加持。刚刚的道理解释过了，所以呢，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之心啦哈。就加持的力量来讲呢，从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佛陀呢拥有加持的力量；从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就噶举派的往生先贤这些祖师爷，他们也有加持的力量。因此呢，只要大家呢具有信心、恭敬、圣解，跟着亲近所显、尽显之心的话呢，那这个加持呢，几乎就是要进入到大家的内心里面去的，就差不多是要进入到内心里面去了。然后就是这一个，譬如说这个食物啊，现在的情况是食物已经煮好了。只要大家动手，马上就可以吃到了。所以呢，佛陀的加持，噶举派往生先贤、前辈圣者们的加持，几乎差不多就是要进入到大家的内心里面去了。我说噶举派啦，等你木就搞完了，木就搞完了。等你突然讲不开，来个他说谁捅到牙里的，可是谁马头不严呢？那么了木要不，也不严呢？等你。绿地得当，接话什么当？他头个长节光盘推下的时候，他妈得那的用都不要嘞。对，呢，他木了呗，我去学家过呀的，干钱不嘞？就噶举的传承而言呢，是圣洁恭敬的法脉。因此呢，假设呢在文思书上面能够花大力气的话了哈，当然上等这是非常好。但是假设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呢，那呢对于往生先贤，能够对于上师往生先贤，自己内心呢能够圣洁恭敬非常强烈的话呢，这辈子下辈子就近的佛果就能够呢很容易轻易的就能够达成的。然后，所以恐怕呢重点加油的地方啊，要放在圣洁恭敬上面的。那说是前两次木是这个拉玛的，等你年度用的用去，也不有我那个我那样得把大堂接呢，大说是拉玛的谁求个了哇？可是等他落掉我了，马上不严呢。等你大部分不切当，中间跟松工当，大家那些感觉那么公嘛，现在说话答不得吧严呢。但呢，早不那么大，即将个什么对就吐过来。如果说了哈，自己呢圣洁恭敬之处的对象那位上师，他呢具有觉受真悟。之后呢，就自己个人的这个方面来讲，信心、圣洁、恭敬也都有，那当然就非常的好，非常的方便。但是假设不方便，不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那么从远的地方来看呢，那就有达波仁波切，还有呢噶举派的往生先贤这些上师。所以呢，如果呢诚恳的祈请这些上师的话呢，那就跟自己的根本上师无二差别，加持一样会进入自己的内心。大波仁波切等你前两次说完俺了答，等你说完开始俺了答把言呢，什么爱这个言，等你说完答答没答，前两次是不的，什么爱这个言，等你开始前两次说完答呢，爱甚至没了把言呢，爱都什么就参加他们我当话的说呢。空关错了，切中了，等你下天这个了，但是人家做了，等你合山南亚的。哦，嘎巴拉有嘞。空个罗军南的。哦，南太南的。南太南的。达波仁波切顶着送油了。哦，达波仁波切给的。达波仁波切的传记里面，他曾经开示过，冈波巴大师，他曾经开示过呢，说呢，大家诚恳的做祈请，之后呢，我会给予加持。那呢，祈请不祈请，那是你要做的事情。但是加持我一定会去做。如果大家做了祈请的话呢，可是我没有给予加持，那就是我欺骗三世诸佛。那呢，以三宝做证明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留下了这个遗言啊，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曾经开示过了。那个印度等你说了，在巴当木些等你有，感觉那么了，等你说完些大把盐呢。那么没被干啊当，什么没就不干啊，早晚你要嘛呢？因此，这故
如果呢自己信心、圣洁、恭敬呢非常的强烈，祈请，那呢祈请呢噶举派的往圣先贤、前辈圣者们，如果这样做祈请的话了哈，那呢没有丧失这种辛苦困难不会存在，没有得到加持，这种辛苦困难其实根本就不会存在。上么子整个西亚的呢没事情的。等于da看是可以，现在等于公用没给他，没事些些压力。公牛没吧？哦，吃不吃不，买不起，公用没事些压力。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要讲解啊，特别的做了一个宣传，做了一个宣传，特别要做说明的有一个特别要说明的内容。天呢，没来的别个六件事的，接着没来的把空的呢，接着去把南大，呢老板多，他呢咱们人呢，别给他钱别给老马的哇。那呢，密勒日巴的四生法，但是呢，就密勒日巴尊者密勒日巴来讲啊。他呢是纯净的行者，之后呢，在整个世界上南瞻部洲呢，也是享有非常大的名气。因为样第一个六件是越来越是他们那个片呢，老片毛毛吃完的，第六件是看着是的越来越是呀的，俺做抓吃的呀。那说，俺这些样不那个六件是吧？那样的，去抓的要的。那说，但是呢，是不是马上就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就问到说，那密勒日巴他有四生法吗？因为他的年代这么久远，所以呢，我们广告上我们的法讯上说要讲解密勒日巴的四生法嘛，这个问题马上发生的。就密勒日巴他有四生法吗？他第说那么的呢，看咋生的生理课，你们那里不理解个说那么的，看咋生的生理你学下伊。吃咋的？哦，看啥我是么来的不理解是话，其他人家从东亚学了。第一个松亚个老酒店大家学下伊，看啥我生的松亚的。当到老酒店看啥不来？对，你大家学下伊。哦，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疑问发生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这个法源。就教法的法源，密勒日巴的四生法，这个法源的来源产生之处啊，这个法源呢也是非常的奇特了哈，所以现在就要来解释一下，说明一下。唐波的呢，俺是那么一些人接垃圾，俺那个人囊松是那的呢，大中个有个出错，都说人东的呀，个的呢，杀青俺的。都这些多啊，别人这话是最少送，看个老马波的干那很多嘛啦。哦，浙江那边的这话越把给去。没嘞，但杀青啊的可能就等去说。有了，来。别人这话是最少送。哦，那说。老看些了，等你养的送干那。那说，当那的蹲下的那边得有了哇。别人这话最少送。那原因是呢，这个野谢老街师傅呢，就在好几年前呢，就曾经谈到过这么一件事情，做了一个指示了哈，就是因为现在在子贡噶举的中心呢，大多数都有念诵这个大音五支道，大音五支分啊，大音五支道的这一个课诵啊，那呢，所以呢，想说啊，要写一下哈，这大音五支道的一个注解啊，在很多年前就谈起这件事情。因为呀，我的呢，看个干那玩那些，别人这话是嘛的，这当中啊的个贴个呢，俺让个大使用个，但是老板这样没得，但是感觉那么公嘛的是个送的说做肉是呢，但是俺让个我的什么，但是杀青啊的个贴呗，要不是这个意。对，对嘛的，贴要不是贴要不？对，切人哎。哦，你这个意。好干那玩那些的，对嘛的，这当杀青啊的个贴呗，俺让个我呢，什么当那呗，要不是这个意，感觉那么公嘛都是送，也呢，这个要不是这个意。极差了。
但是呢，就是他呢谈到这一个事情，提到这件事情，好多年前把《大英武之道》这个课诵法本的内容写一个注解啊。那呢谈到这个事情之后啊，那我也没有特别去想他讲的这些内容，没有特别理睬。但是呢，因为呢就《大英武之道》的这个内容来讲啊，噶举派的往圣先贤祖师们啊，其实开示的很多，因此呢，我就把这些开示的内容集合，以这个作为底稿基础之后啊，自己写了一个指导文，《大英武之道》的指导文已经写完毕了。我大陆台湾的用呀他球呢，但那个一些了解的学，当我大陆台湾的用个人，第告诉的那个你杀青我的出来的，给就要过些 top 上呢，但你这些写啊，写个空了刚的些学位。今年呢要来台湾的这个事情已经决定了之后啊，我就向野些喇嘛做了一个报告说啊，那呢到台湾来的那个时候啊，那就以前的计划呢，那就来讲解一下《大英武之道》咯。如果有一个好的翻译者的话呢，那就可以把这个讲解咯。但你讲个，但你杀青我的，但你忙不，大刚刚上忙不呀的，但你这些也忙不加到过的，但你台湾老板都说呢，别来个忙不的，但你印度都是通当了呢。老的我些，但是些呢，我的，但你给就是呢，学啥嘛的，但你学啥嘛的送到。然后我等第记住。哦，记住，但是记住呢，写过呢，可能就当我的贴的，但是忙不。来。你等那这些忙不讲到过呢，你们忙不。来。赶紧贴呢，都是个拿啥嘛？他说。但是呢，他的解释说明是说呢，《大英武之道》的讲解啊，也已经很多了，解释也已经很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呢，台湾这个地方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了哈。那呢，时间可能呢，假设找翻译又讲解《大英武之道》，那么样子长的时间呢，恐怕没办法进行了。是不是能够讲解一个容易的了解的？但呢，老板都空的呢，没说是光掐着我写个，就是搞我这么多啊。可能哎。哦，一些人就是空的，对的，强度给没个阿拉真的把到，就是搞我这么空，大把就那样了，大把就那那个的。那是。俺的呢，等你用我那个什么用的这么多空啊，就写几个的，那时候就是搞我这么的空。那时候枪个的，同样个的。枪东西没写了，等你枪了搞我背要了，拿一些那么一些人就是搞我要的。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呢，是这个野些喇嘛呢，他特别喜欢这个师生法，常常谈起，不管是呢有见面没见面，经常要谈的就谈到这件事情啊，就这个教法本身。譬如说了哈，一个酗酒的人，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酒，所以呢，野些喇嘛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这个师生法。但是就是那点呢，阳光老多，酒性都逻辑那很多。当然了，但是现在我老了些大着嘛，说刚一些呢，就这个你搞了懂对不对？那等你吃上说了，听见嘛就写差了啦。但是那么一些人家当或者看些了，大日出要太阳不公了哟。那我跟你们忙不都懂对不对？对，大把的对人家懂的那等你求了没都上老了些大人着嘛说。那种，等那的老了做嘛说，来的做就东亚的。哦，东亚的，看东亚的。就吹呀的。啊，那做。就个吹些，写了几了不？那嘞。俺让对吧嘛说。那种俺们的送上来。咱们是你们在那听这些差的。哦。那听这些，但是呀，那么有些人就可能给太中的，太中个空的空去说些有。你们忙不写的。哦，写差的哇。写差的，他大把写的，他就刚有上很多的，但是呢，他这样谈起的时候啊，谈到说要讲解这个师生法的时候啊，那我的内心呢就没有很特别在意，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以前呢已经呢讲解过了，在中心里面讲解过了，所以呢，在野些老街呢，台中有一个闭关坊里面几天的时间又讲解过了，所以也讲解过好几次了。那现在俺上某些当然是大啊。在那家里头做用过了，他上头他们那个说了，没哪来本我那些个拿了，就路简单就把即将进行到，哦，他
这些呢要不有啥的上路了，但是俺让个生的这是真送。那这没来个本国是个哪路了？哦那就是简单。啊嘞即将现在，不打这些呢要不多少？那呢可是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从印度要出发的时候，就看这个密勒日巴的道歌，在密勒日巴的道歌里面啊，所谈到的内容啊，跟施身法的法义内容啊，完全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差别。因此呢，我心里突然间就冒出一个想法，就讲解这个内容咯。他呢，这些了不多什么事？他呢，俺出用呢，空个娘的给这些呢，他呢，没拿来本国拿了啦，就路见到，原来这次要么出啊，那些这个办多。这呢，给你的那这些那老人大空嘎他出来，他呢哦，这要不多，他呢你们你的些肉鸡，老送他呢俺呀该呀开浪呢。你个这他妈来不就路马达，但是路边是话些，但是俺就写就是的错的这个是，他妈现在但是这呢打不来，这差呢，但是西洋告诉我的。当他的古的哇，你那边古的错个要来，几下的几下。哦，这咋的了？东错不是咋的了？没差的。所以呢，我也觉得讲这个教法就非常好了。因此呢，就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之后呢，跟这一个有些老街喇嘛也碰面了。因此就谈到说呢，讲解一下密勒日巴的这个施身法，因为呢在道歌里面有。那呢把这个道歌里面的法义呢，也就写成一个仪轨，那呢就可以唱诵念诵。课诵的一个仪轨也写好了，写完毕了哈。之后就聊天聊起说明谈起这个内容，之后呢就肯定了，有些人老街喇嘛也答应也肯定了，之后呢就安排了2天的时间，那呢就写了这个法训，法训上面写的就是密勒日巴的施身法，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解了这个内容。但呢，第一个，但呢，打我去写呀，给但呢，起码打我去水东南东出个呀的。第初个都是个册的，但是加强国就国界的，加强国就国界的，没拉来不送上的，要册开些的，这等于有个办到，册开的，等于研究啊当完的，等于一穷开些一个穷穷啊，从东办到的，等于没东西一个穷穷的，就说呀，都说要，我打的开些，初个让我做过的，你错难把伊，对嘛到把个打加强国就国界的，没拉来把让个我让的。就我们呢也做一个解释说明之后呢，这个仪轨呢也可以做念诵课诵，然后呢里面呢98%的内容啊都是密勒日巴道歌里面的句子，那呢有一些呢就是稍微做一些字句稍微做一些调整，其次呢课诵本里面呢会有一些小字的说明，不必念诵的哈，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呢小字的说明，这个也加上去了，之后呢就成为一个法本仪轨可以念诵的了哈。但是无论如何，里面呢98%的句子全部都是密勒日巴道歌里面的句子。你们那边邻国的，松当的，你们那边把刚的谁来拍？看着这些事，你给他钱哟。对。下次的来冲不到，不然你看这些了送。但你嘛，啷个呢？来用我告诉，如果看些给的呢，亚些呢得多啊。哦，对对，但你得了，别浪的呢，但你空个送过来的。那种。密勒日巴的这个道歌啊，是当时呢他去了这个冈底斯山。当时的侍者是惹冲巴尊者，去了之后呢，从冈底斯山也下山回来了。下山回来的时候遇到了牧人的那个时候呢，牧人呢带着许多的牦牛这样的一个情景，看了之后呢，以这个作为比喻啊，就唱了这个道歌。杀啊牧人在杀这个牦牛。然后也看到牧人在杀这个牦牛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做比喻唱的这个道歌。其他的呢，这个旅行社啊的不哪怕参加罢了，多个路是话写的，那就路是话写的哈，你有的话，第二路呢做的呢多路一下。
就一般来讲，我们谈到师生法的时候啦，哈，就西藏佛教的传承而言呢，有这一个显教传承、密咒圣门传承、显教圣门、密咒圣门传承，有这两个传承的哈。在这两个传承里面呢，是属于呢经教圣门、显教圣门的传承。他多那呢，本那我就上就是不九八人就把谁托梦学哈，看送炯炯是吧有啊。那种。第那罗啦，他让个乐的。但呢，曾经的几把动物里，是不是个马几动个高的样，等那只有了啦。对嘞。这个那些就等呢，三阶段上就是把的说了呀，让个乐的确保不个隐私，呀确保样现在哪呢？养猪马鸡，你看，等呢乐的养猪马鸡是个是呢，你看，等呢现在呀，谢谢。就显教圣门里面来讨论的话呢，《入菩萨行论》里面大菩萨吉天开示的。